老人家的允许。方宗，其他任何事情，我都可以由着你的性子，但这件事，你必须听我的。凭什么？就凭我是你的亲叔叔。叔叔。 你从小父母双亡，是我一手把你拉扯大的。你的亲爹，也就是我的亲大哥，在临终前把你托付给了我，而我进宫时起，就再也不能有子嗣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亲生女儿，更把自己当成是你的亲爹呀。叔叔，自打我懂事起。 就一直把您当成是方宗的亲爹，可是虎毒还不食子呢。试问天下，有哪个做爹的忍心伤害自己的儿女呢？住口！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要你入宫为妃，全是为了你的终身着想。你怎么能说是害你呢？再者说，他日你若蒙皇上宠幸， 荣华一生，自是不在话下。我根本不在乎什么荣华富贵，当初是叔叔您亲口答应把我许配给红影哥哥的，您怎么可以出尔反尔呢？逼我进宫，去伺候一个从未谋面的皇上，还不如让我去死呢。我只想和我自己爱的人在一起。可是你爱的那个人，给过你什么？除了痛苦，他还能给你什么？不。 只要和红影哥哥在一起，我就觉得快乐。红影哥哥他不会给我痛苦的。孩子，你何苦自欺欺人呢？其实你心里比我更清楚，颖儿的心里早就被杨冬青给占满了，根本就没有你的位置。够了，您别说这些了，我不想听。你不想听，是因为你知道叔叔说的 句句都是实话。不，面对现实吧，孩子。不，是红影哥哥亲口说的，他愿意娶我的。当时您也在场。红影哥哥说，只要1年，他就会和我成亲的。叔叔，您口口声声说你把红影哥哥当成自己的亲儿子，可是你……可他毕竟只是我的义子，他不姓魏。 叔叔，醒醒吧，孩子！红影除了伤害你之外，给不了你任何一点爱，哪怕只是一丝一滴呀！我不信，我不信！我现在就要去折剑山庄找红影哥哥，我要他亲口告诉我，他的心里只有我，他是真心爱我的。你除了入宫，哪儿都不许去！您让我入宫伺候皇上，无非是想利用我，诱惑皇上。 保住您9000岁的龙头宝座，不是吗？你胡说什么？我是不是胡说？叔叔您心里最清楚。为了权力，您就忍心把您的亲侄女像牲口一样卖了？住口！总之，不管你愿意不愿意，皇上已经放下话了，选个良辰吉日，就送你入宫。进宫之前，你给我安安实实的待在府里。 该怨的不是我，是颖儿。如果不是她对你无情，我又怎么能忍心让你入宫，去当皇上的嫔妃呢？哎，大小姐，9000岁吩咐了，没有他老人家的允许。小少爷，太棒了，太够意思了！别再多说了，再多说就有点假了。以前你要对我这么好，你让我干什么事我不干。你以后别说帮忙了，就直接吩咐就行了。那你绝不后悔？当然不后悔，后悔我是小乌龟。好，把剑挖出来。啊，你要挖鸟的剑呀？
对啊，这件事你埋的就得你挖呀。我发那倒霉的破事。哎去，小少爷，你受累，让个地方。干什么？我学乌龟。你起来！你还是不肯帮我是吧？我怎么帮你呀？你不替我想一想，这几天我一直骗他，我骗他说我是他的老大，冬晴是我娘子，是他嫂子，我天天还折腾他、折磨他、使唤他。你等他清醒了，你再把剑还他，他肯定给我来个一箭穿心，把我扎死。你要是现在不挖，我给你好看。切，能怎么样？哼，你等着。哼。小少爷，弹弓在这里。哎，对，哎，小少爷，别，你挖不挖？挖不挖？你让开！我挖，我挖。哎。大师兄，一个人在练剑啊？好，师傅教了我一套剑法，我怕记不住，所以拿木剑练练。哎，那我们兄弟几个陪你一块儿练吧，顺便你指点指点我们。对啊，是呀，师兄，是啊，指点我我们。指点你们，我还不会呢，更别说指点你们了。大师兄你就别客气了，二师兄常跟我们说，大师兄那招听涛劈浪堪称是天下无敌，而且那天你就是用那张听涛劈浪杀死了岳掌门，还吓跑了那个东厂太监。大师兄，你就教教我们吧。我根本就不记得我那天究竟是怎么出的招了。也许我可以帮大师兄想起来那天是怎么出手的。二师弟，二师兄，你打算怎么帮大师兄想起那天是怎么出招的呀？我记得那天岳掌门跟大师兄比武的时候，聚仙堂的掌门岳东来招招毙命，大师兄是在九死一生、命悬一线的情况下，才想起那招绝技听涛劈浪的。啊，对，二师弟说的对，我真的是稀里糊涂，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。事后我怎么想不起来那招是怎么出的。大师兄不要着急，我说过，我有办法能帮你想起来。二师兄，你说了半天也没说清楚，你到底想怎么帮大师兄啊？很简单，只要把九死一生的场面重新演一遍，大师兄自然就想起来了。哎，对，二师兄说的有道理啊。是啊。可是我真的不记得了呀。大师兄，腰背诚心讨教，你就别谦让了。哎呀，大师兄，你就别让我们师弟们都失望了。难不成你是不愿意教我们这招听涛劈浪，想私藏？当然没有，我没有。大师兄，就露两手给大伙瞧瞧吧，让我们看看脸啊，露两手吧，看看眼神啊。好，那我就试试跟二师弟过招。等等，大师兄，为了能让你想起那一招，我们不用木剑，用真剑。可是我没剑啊。英雄哥哥，英雄哥哥，我们帮你把剑给挖出来了，给。哎，这么巧，大师兄你有剑了，请吧。顾洪兄，希望你在天之灵不要怪我。婴儿生性纯良，我不希望他越走越错，再次沦为被奸人利用的杀人工具。所以，我不希望他回想起过去的种种。我只能传授他只守不攻，仅仅只能保护自己的剑法。但愿顾洪兄能谅解战某的用心。大师兄，小心了。
听涛劈浪我也练过。你要再只守不攻的话，就太看不起兄弟了。别误会，我没那个意思。哎呦，我说山九人，你倒是还手啊！光守不攻哪行啊？还下手那么狠，你不用考虑我的面子。英雄哥哥，快用你那招听涛劈浪啊！可是我真的想不起来了。大师兄，得罪了。听涛劈浪。大师兄，哎呀，你这笨鸟！大师兄，没事吧？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大师兄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没事。姚北哥哥，你怎么下手这么狠呢？他是你大师兄啊！对呀，太过分了呀！你们还是师兄弟呢，真拿家伙劈死他呀！二师兄，这次你真的太过分了，你下手那么重呢。是二师兄，你出手太重了。我没有啊。大伙儿不要再怪二师弟了，要怪只能怪我太笨。大师兄，你就别再替二师兄说话了。二师兄，你怎么这么过分啊？你怎么能这样对大师兄呢？灵儿，他们不了解我也就算了，你还不了解我吗？你别再说了，这是我亲眼所见。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我什么都不用说了。师傅，爹，都跟我来。立即派人将这2面免死铁券送返京城，交给9000岁，禀告9000岁，在下已确认了神机营叶红影的下落，只需稍待数日，我便可带着叶红影返回京城，交给9000岁亲自发落。是长公。战天云，你一口气耗尽了2面免死铁券，下次我看你还能拿什么同时保住叶红影和姓顾的那个反贼余孽？刚才听你说叶红影真的是在折剑山庄了。剑术是一门武术，也是一种修行。练剑之人，除了力求剑法精进之外，更重要的是如何体悟心性的修养。所谓剑，乃气也，唯心是用，用剑行善，便是圣者。仗剑行恶，则是妖魔。所以，你们每一个人到我门下第1天，我教你们的第1件事，就是学武前先学做人。否则，在武学的造诣上，无论能有多高的成就，也不过只是一个为祸人间的刽子手。红英啊，姚北，弟子在。弟子在。今日你俩同门切磋，竟以致命毒招相搏，还用真剑交锋。你们可知道，你们严重犯了折剑山庄的门规。姚北，你把今天的事从头至尾给我说清楚。师傅，师傅，其实今天的事情不关二师弟的事，二师弟是想帮我恢复记忆。你不用说了，我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你们自幼入门，与我形如父子。试问天下有哪一个做父亲的会不了解自己的孩子？姚北，今日之事你可知错？师傅，弟子知错。你心性高傲，嘴里虽然认错，但心里未必真的知错。罚你3个月之内不准用剑，好好反省，想清楚，今天你到底错在哪儿。倘若3个月之后你还不知所措为何，你就不配用剑，一辈子都不配用剑。可是师傅，今日之事，我不想再多加追究。但若日后，无论是谁敢再犯门规，为师必废弃武功，逐出师门。听清楚了吗？是师傅，是师傅，是，都下去吧。红英，留下来。只是前些天
9000岁飞鸽传书说您突然离京，音讯全无，9000岁是心急如焚呐。飞鸾这就吩咐下去，立刻护送大小姐返回京城。谁说我要回京城了？可是9000岁他老人家……等我办完我想办的事，自然会立刻返京向叔叔请罪。啊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听大小姐的了。不过，飞鸾非常想知道，大小姐想要办成什么事。飞鸾可以帮助大小姐心想事成。不，这回应该说是我来帮你。大小姐帮我？大小姐又说笑了，让飞鸾心中诚惶诚恐啊。不过，在下还是想知道，大小姐想帮我什么？生擒叶红影。什么？难道你不相信我真的能帮上忙吗？哦，不是不相信，只是不知道大小姐要怎么帮我。这个折剑山庄的战天云，手上还有一面免死铁券，而且在下已经答应过他，只要叶红影和姓顾的那个反贼余孽不离开折剑山庄，我就不能对他二人采取任何行动。所以，要生擒叶红影，必须先击垮战天云。唉，可是这个老匹夫武功高强，心思缜密，极不容易对付啊。你别忘了，放眼天下，最了解叶红影的人就是我。哦，大小姐说的是。实不相瞒，日前我已经来到此地，早已将折剑山庄的大小事宜打听得清清楚楚。战天云门下排行老2的弟子江瑶北，此人心高气傲，一心想继承折剑山庄庄主之位。也许利用他，是对付叶红影和战天云最有力的棋子。还记得你小的时候，总喜欢吵着要为师带你到这儿来玩吗？那我小时候是不是很淘气、很不听话，常惹师傅生气啊？你小的时候确实很淘气，可是众多弟子里面，你是最聪明、最讨师傅喜欢的一个。哎，真的吗？可是我听其他师弟们说，后来我就被师傅送走了。如果师傅真的喜欢我，为什么要把我送走啊？这个，师傅您怎么了？我总觉得师傅有好多事情不想让我知道。因为有好多事情让你知道了，反而不是好事。师傅，您又开始说我听不懂的话了。既然你听不懂，那我就不说了。还记得这把剑是为师送你的吗？一般的剑都是双锋双刃，而这把剑为什么却只是单锋？你可知道为师的用意？凡事都不要做得太绝，留一点余路给人家走，明白吗？哦，师傅说得很明白，但是我听得很糊涂。不过师傅您放心，我回去以后一定会把您所说的每一句话认真地想清楚的。以你的资质，一定会明白为师这句话的含义。哦，对了，师傅，还有一件事我不明白。你想知道什么，你就问吧。师傅上回借给我的那把剑是断剑，既然剑都已经断了，为什么干脆不把它扔掉，换把新的呢？因为剑是我断的，留着它警惕自己，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。师傅犯了什么错？年轻的时候，我醉心虚名，妄想名扬天下，成为江湖中人人敬仰的天下第一剑。最后，我做到了，可是换回来的是永无止境的内疚和后悔。所以，10多年前，我把这个阳明山庄改为现在的折剑山庄，目的就是告诉天下的人，当时风华一时的战天云已经不复存在。如今的老朽，只是个淡泊名利、视虚名如粪土的乡野匹夫，一心退隐江湖，告别所有的恩怨，
就像现在，希望你留在师傅的身边，永远不踏出折剑山庄一步。这么说，师傅，我以前也是身在江湖，和许多人结仇结怨。我说过，以前的事情你就别再想了。哦，是。二师兄，你别再这么喝了。你心里有什么不舒服，你就说出来啊。说出来。我现在就是把心放在这儿，有谁会相信？不管怎么说，我相信你啊。你相信？当然。既然你相信我，为什么和别人一起责怪我？怪我用真剑和大师兄过招？啊？为什么？其实你根本就不相信我，你和他们一样，都在怪我欺负大师兄。就连师傅他老人家也当众责怪我，还罚我3个月不许用剑。如果我说大师兄是自己跌倒的，你信吗？我觉得你也不能怪爹。不管怎么说，你这次做的确实有点过分了。我过分？我一点都不过分。叫你来是陪我喝酒的，不是听你教训我。二师兄，我……别说了，你回家吧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你别再喝了。我说了不用你陪，你还不走？你少喝一点酒。厉公公，这我就不明白了。战天云不许他的徒弟用剑，你为何如此开心？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吗？当然，战天云因为叶红影而不让江瑶北在3个月之内用剑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叶红影和江瑶北有矛盾。他们2人之间有了矛盾，有了隔阂，我们就有机会了。莫非厉公公已经想好了什么对策？实不相瞒，刚才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，一直在琢磨对策。虽然不敢说成竹在胸，但是也已经略有几分把握了。不过能不能成事，还要看大小姐能否助在下一臂之力了。帮你不就是帮我自己吗？有什么需要我做的，你就直说吧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在下就直言不讳了。不让我用剑，行，我就用酒。站住！你叫我，我认识你吗？你认不认得我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认得你，是折剑山庄战天云的门下江瑶北。江瑶北，是我。你找我有什么事？的确有事。那你说。江湖人称，战天云的剑术独步天下，想必他的手下爱徒也一定是用剑的高手。所以，我想会会你这位战天云的得意高徒，看看战天云的剑术配不配称得上是天下第一剑。我明白了，你是想找我比武？没错，拔剑吧。哼！8年3个月之内不准用剑，好好反省。怎么，怕了？笑话！我江瑶北岂是胆小鼠辈？我从来就不知道怕字。那就别再啰嗦了。再不拔剑，休怪我手下无情！
窝囊废。原来折剑山庄战天云教出来的徒弟，也不过如此，真是误人子弟。看来战天云这天下第一剑的名号，是浪得虚名了。不许你侮辱我师傅，否则我绝饶不了你。手下败将，还敢大言不惭！现在我就废了你，看你如何不饶我！跟我走。多谢姑娘仗义相救。哼，你用不着谢我。如果你不是个有用之人，本姑娘也不会费那么大劲救你。要谢，就谢你自己吧。谢我？请恕在下愚钝，没听懂姑娘的意思。战天云战大侠堪称一代宗师，名满江湖。他的亲传二弟子，想必应该也是人中龙凤吧。更何况你还是他的乘龙快婿。若真的是个愚钝之人，战天云怎么可能把他唯一的女儿许配给你呢？刚才姑娘救我是另有目的。随你怎么想。不过我救了你，毕竟是事实。姚北平生不愿意欠人人情，既然姑娘有恩于我，那就明话明说吧。需要我做什么，我定当尽力。我要你办的事，对别人来说也许比登天还难，可是对于你来说，却易如反掌。姑娘要我做什么？放心吧，对于你来说，这绝对不是件难事。我要你把你大师兄叶红影逼出折剑山庄。怎么，皇上，您不喜欢？还请皇上将就些吧。您还记得，当初您登基之时，张太后告诫皇上的第一句话，就是勿使宫中语。您可千万不能不信呐。张太后乃是朕的兄嫂，她的话，朕哪能不信？而且，朕有所闻，张太后为先皇怀下了龙胎，可惜在一次推拿金络之时，遭人阴毒手法所害，致使孩子胎死腹中。就连先皇的死因也颇为可疑。朕曾对天发誓，一定要捉拿这歹毒凶手，将他碎尸万段。皇上，您是不是怀疑这歹毒凶手就是？这些事情，你我心知肚明，就无需指名道姓。微臣明白。皇上是担心隔墙有耳。难道天下之大，除了爱卿，就再也没有人能跟朕说句真心话吗？皇上，您就多多宽心吧。也许这就是机缘，说不定那天机缘成熟了，皇上的知心人就会出现了。你心里应该很清楚，你和叶红影在战天云心中，到底哪个轻哪个重？这个不用我再告诉你吧。而且叶红影年少得志，不但官拜神机营千户，还是当今9000岁的义子。据我所知，在你师弟们心目当中，他才是不折不扣的大英雄。你那些师弟们崇拜的榜样，是你的大师兄叶红影。
功名利禄，前程似锦。你是谁？当今9000岁的亲侄女魏芳宗。原来你是9000岁的亲侄女，所以我才敢说，你要的只有我能给你。你现在不用急着回答，是不是愿意帮我？不过凡事在做之前都要想清楚。等我要你做的事情想明白了，你可以随时来找我。此人虽然资质鲁钝，但由他的骨骼结构看来，确实是一名适合练轻功的良才。我说大侠，咱能不能关上门再摸呀？这让别人看见了不知道干什么呢啊！老夫方才发现，虽然你的体型肥胖，但肉浑骨轻，说不定你真是学轻功的良才呀！哎呀，大侠，你太厉害了，你眼睛太毒了啊！这么多人一直没看出来我有练轻功的潜质呢。高手就是高手，怎么着，大侠？那你就赶紧点拨我，指点我，让我练什么干什么都行。我现在给你跪下行不行啊？哎，万万不可！而且学武之事是急不来的。哎呀，你不急我急啊！哎呀，大侠，我现在觉得我叫你师傅都不过瘾，要不然我干脆叫你祖宗得了。你不用怕，祖宗，你是宗师嘛，对吧？哎，你可答应我了啊！你得教我轻功，让我想飞就飞，想停就停。你误会我的意思了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如果你真想学成收放自如的绝顶轻功，那你必须先打通身上多处的血脉。那这事对你来说不复杂吧？那你赶紧打通我身上的血脉吧。没有那么简单，你的体型太肥胖了。从老夫刚才探摸你的情况来看，你身上已经有多处血脉堵塞了。堵住了？什么堵住了？这个，我怕伤了你的自尊。哎呀，你不用怕，我这个人从来没有自尊。哎，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太胖了，油多年就给堵上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大侠，你不用不好意思，我家小少爷除了说我蠢，就是说我肥，再有就是，你刚才不也说我肥胖吗？嘿嘿，我不在乎。方才老夫失言，马壮士不会放在心里吧？不会，我凡事都不往心里去，我一般都放在胃里。大侠，你只要打通我的血脉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你说吧，从哪儿打？什么时候开始打？从现在开始，从哪儿打？啊？你是说，皇上从来没到御膳房用过膳，本座派人给他送去的点心，他也从来没有尝过。启禀9000岁，宫里传回来的话确实是这么说的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看来，这个小儿皇帝，真不像本座想象的那么容易对付。可能对本座已经起了疑心，本座不能给他任何机会，让他察觉到对本座不利的蛛丝马迹。哎呀，大侠哥，你真厉害，你还会针线活呢。只要把这些银针全都插在你的头上，几个时辰以后，你全身的血脉便可畅通无碍了。你是说把这些针都扎我脑袋上？那我不成刺猬了吗？难道马壮士，你是怕受皮肉之苦吗？没事的，不会痛的。这真的啊，我可真信你啊！你别跟我家小少爷似的捉弄我。再说这玩意儿挺疼吧？你放心吧。行，那我再努一把。你别把我扎漏了啊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
大师兄，他没有理由对我爹下毒啊！我也不希望是大师兄。但是你想想，以往每天早上都是你煮粥给师傅的，而煮酒论剑那天，大师兄却争着要给师傅煮粥，这是为什么？你想过没有？你心里就没有一点点的怀疑？你就不觉得大师兄可能另有目的吗？照你的意思，大师兄是希望我爹在比武大会上输给别人。他怎么想的我不知道，但我可以确定的是，师傅是喝了他熬的那锅粥，才中的毒。因为那锅粥，别人没有机会碰。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原因我不知道。现在当务之急，就是不能再让这种事情发生了。你打算怎么做？你也知道，师傅他老人家宅心仁厚，他怎么可能会相信是大师兄下毒害的他呢？我希望大师兄能尽快离开山庄。可是，我爹他绝对不会同意的。而且现在官府正在捉拿大师兄，如果我们……我知道，可是为了确保师傅的安全，我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就算师傅会责怪我，就算我不被原谅、不被谅解，我也一定会想方设法让大师兄离开折剑山庄。灵儿，为了师傅，为了山庄所有的人，这次你一定要帮我。帮你？你要我怎么做？好了，练了那么久，大家休息一下吧。是大师兄，是大师兄。英雄哥哥，给你喝水。啊，好，谢谢。英雄哥哥，你太棒了，那么多人攻你，你都能防得住。是啊，大师兄，师傅教你这套剑法虽然只手不攻，但是我想长空无名跟你比武，想要赢你也没那么容易。其实我根本不想跟他比武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他比武。好了，英雄哥哥，既然不知道，就不要想那些了。你跟大伙练剑练了一上午了，一定又渴又饿，我去给你们拿水果吃。好，谢谢老师，休息吧。哎，大师兄，啊，都在啊，过来。大师兄，有一件事情，我希望你能当着大伙的面说清楚。你让我跟大伙说清楚什么呀？灵儿，你把师傅中毒那天，你亲眼所见之事，再好好问一问大师兄，让大伙儿都听一听，也评评理。灵儿，你有什么要问的，就尽管问吧。我想问，灵儿，这里又没有外人，都是自己人，有什么话你要问就问呐。就是啊，灵儿，大师兄都已经这么说了，你还有什么不能问的？问吧。灵儿，你要是再不说的话，就是把我当外人了。不，我从来没有把大师兄当过外人。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嘛。我想问，煮酒论剑那天，我爹喝的那锅粥，是你亲手煮的吗？是啊。这是大师兄煮的，这就是。没错啊，师傅的粥是我亲手煮的，煮好之后还是我亲自给师傅送过去的。这期间，难道就没有别人？别人？应该没有吧？除了我陪老大去上了一趟茅房之外，
我一直盯在那儿煮粥的。这么说，师傅中毒的事，大师兄不可能不知道了。我当然知道了。当我看到那只大公鸡死在粥锅旁边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师傅一定中毒了。那大师兄觉得最有可能在粥里下毒的人，会是谁呢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大师兄，你自己都说了，当天是你亲自煮的粥，从来没有离开过。可是你现在又不知道是谁下的毒，这未免也太说不过去了吧？小师妹，二师兄，你们不会怀疑是大师兄下的毒吧？不是我，师傅对我这么好，我怎么可能给他下毒呢？真的不是我，不是我。我们也很想不怀疑你，可是如果这件事情你不能说清楚的话，那就让人很难不联想到那锅粥里的毒跟你没有关系。二师弟，你怀疑我？除非你能说清楚。大师兄，既然你说毒不是你下的，可是为什么我爹喝了你煮的粥以后会中毒呢？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，但是我发誓，我绝对没有给师傅下毒啊！是啊，小师妹，二师兄，大师兄他从小在山庄长大，跟师傅情同父子，说他下毒，打死我也不信呢。我们也很不想怀疑你。自从大师兄回到山庄的时候，我是怎么对他的，大家有目共睹了。可自从师傅中毒以后，我不得不开始琢磨，大师兄离开我们10年之久，在这10年里，我们只知道大师兄官拜神机营的千户大人，剩下的一概不知。他为什么回到山庄？为什么会被官府通缉？那2个人为什么要把他送回来？你们谁能说清楚？你们谁能说清楚？好，既然你们都说不清楚，我们为什么不能怀疑大师兄？二师兄说的好像有道理。大师兄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就跟大家说清楚吧。我要真的知道为什么，我早就说了。你们为什么要怀疑我呀？大师兄，我们本不想怀疑你，可是种种迹象，我们又不能不怀疑你。那到底要我怎么做，你们才肯相信我呢？很简单，你把事情说清楚。你为什么会被通缉？为什么又回到了山庄？快说呀，大师兄！你快说呀！大师兄！大师兄！快说呀！你快说呀！大师兄！说句话吧！说呀！大师兄！快说呀！我为什么要回来？大师兄！我为什么要回来？我不知道。我真的没有给师傅下毒，请你们相信我。大师兄，既然事已至此，为了师傅和各位同门师弟的安全，请你现在立刻离开折剑山庄。什么？你要我离开？各位师弟，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吗？大师兄，我并不想赶你走，可是我不想再有同样的事情发生了。可是我江湖上有那么多的人，用各种卑鄙的手段对付我们折剑山庄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目的就是想取代师傅，成为武林盟主。如果师傅再有什么不测的话，咱们全庄上下所有的人都会性命不保。对，二师兄说的有道理，我们绝不能让师傅再发生任何危险。大师兄，只好委屈你了。灵儿，那天我煮粥的时候，你是知道的，你赶快告诉大家呀。是，那天我确实看见你在厨房想要煮粥给我爹，可是后边的事情我一概不知啊。大师兄，你还是走吧。连你也不相信我？对不起，大师兄，别怪灵儿无情。为什么？大师兄，这里有张银票，你拿着吧。这是我唯一能帮你的。算了，银票你收回去吧。既然你们都不相信我，我留下来又有什么用？我答应你们我走，可是我先去跟师傅拜别，以后再走。慢着，这件事情我不想惊动师傅。
糟了，那些人想把英雄哥哥逼走，我得赶紧想办法帮帮英雄哥哥，把他留下来。大师兄，保重，保重。你们也多保重。把他围起来！叶红影，你这朝廷钦犯，竟然敢踏出折剑山庄，今天叫你插翅难飞！我又没犯什么罪，你们为什么抓我？少啰嗦！慢着，你不知道师父是暂住江湖，大师兄现在身份不明，官府还是对你的错。站庄主，你快帮帮英雄哥哥吧，再晚就来不及了，真的来不及了。红影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您的那些徒弟逼着英雄哥哥离开折剑山庄。什么？那个人是长空无名，我担心大师兄他会。师父，爹，红影呢？大师兄他怎么了？说。大师兄被那个长空无名给带走了。长空无名，你喝酒吗？喝酒？你真有雅兴，你带我来这儿就为了喝酒啊？当然不是。我说过，你是难得的高手，我迫不及待的想跟你一分高下。可是你我比武之约还差1天呢。当初我定下3日之约，那是因为你身上有伤。可刚才看到那么多官兵也没抓得住你，看来你的伤已无大碍，所以我想尽早开始你我之间的比武。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比。浪迹天涯，但求一败。自从我初闯江湖至今，与人决斗不下100回，但从来没有尝到过失败是什么滋味。你这人真奇怪，天底下哪有什么人想让自己失败的？别人怎么想跟我没有关系，我只知道，江湖上传说你叶红影的剑术出神入化，我只想证明我的醉剑是否能赢得了你的听涛劈浪。可是我只知道师傅教我的那套只手不攻的剑法，其他的我都不记得了。我不信。哼！打剑吧！为什么？我要告诉他们，这个沙井上会有剑，我真的只会手，不会攻。你不出手，是我最大的羞辱。背着我逼你大师兄离开山庄，简直胆大妄为！师父，我……爹，您就别生气了。其实二师兄他也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不希望您喝粥中毒的事情再次发生，所以才要大师兄离开的。诸位，你们这次真的冤枉鸟儿了。那天煮酒论剑的时候，我寸步不离地盯着他，就连山茅房我都没让他离开。不信你们就去问孟宽嘛。孟宽？什么？孟宽？对啊，那天我带着鸟人上茅房的时候，我看到他了。当时因为我太着急了，所以我就没跟他打招呼。他当时也肯定看到我了。这么说，武师兄也有可能是下毒的人啊？对啊，你们不分青红皂白就把英雄哥哥赶走，太过分了。可是武师弟已经入土为安，死无对证了，怎么能找他说个清楚呢？哎，等等，入土为安，死了，那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？姚北，如果红影这次有什么意外，我唯你是问。师父，我……爹啊，您就别生气了。三师兄已经带着其他师兄弟出去找了，应该很快就能把大师兄平安带回来。不行，长空无名，武功不俗，而且来历不明，
红影现在的样子，如果落在他手里，怕是对红影不利。马壮士跟任院留下来，其他人跟我走，分头去找。别跑！叶红影，别向这缩头乌龟！给我一定要这个高低！叶红影，你忍不住，分明是对我的羞辱！你为什么不出剑？攻啊！攻！你在羞辱我！快出剑！攻啊！攻！我只会手不会攻，再不出手，休怪我剑下无情！剑出退血！我想起来了，天涛皮拉！为什么不杀我？我没有杀你的理由啊！够了，我已经尝到了失败的滋味，没有继续活着的必要了。住手！你用剑背对着一个剑客，这是对剑客最大的侮辱，你知道吗？你错了，我没有要侮辱你的意思。我只记得师傅跟我说过，他之所以教我用这把丹锋的宝剑，是希望我明白一些道理。只可惜我太自以为是，白活这么多年，一直没有悟到师傅的苦心。我现在终于明白了。你明白了什么？凡是给别人留一条路走，我希望你也给自己留一条路走。你笑什么？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但是我看你笑得那么开心，肯定有什么好事。我也替你高兴啊，所以跟着开心。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那么开心吗？因为失败，失败让我看清了一切。突然间，多年压在我心头上的石头，已经不复存在了。虚名是一道无形的枷锁。现在我卸下了这道枷锁，整个人感到无比轻松。虽然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但是我还是替你高兴，恭喜你。叶红颜啊，你真是让我很难猜透的一个人。别说你猜不透我，我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。你不仅是我难得的对手，还是我最想交的朋友。真的吗？那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就是朋友了。好，等着。这壶酒敬朋友。好。我也敬你，来。好。从今天起，你叶红影就是我长空无名的过命之交。又是这个长空无名出来捣乱，我真是看走了眼呐。当初我对他动之以情，就是想让他为我东厂所用。没想到他处处和我作对，当初我真应该把他碎尸万段。长公，魏姑娘，虽然这次在下没有完成使命，将叶红影赶出折剑山庄，但是请放心，只要一旦有机会，我一定让叶红影在折剑山庄之内无法容身。哼，说的简单。照你这么说，只要有战田云在的一天，想把叶红影逼出折剑山庄，就比登天还难。
大小姐，飞鸾倒是认为，只要是人，就一定会有弱点。只要把握住对手的弱点，想要心想事成，不是难事。哦，莫非厉公公又有妙计？这个，鄙人还没有。不过我想江少侠一定心有良策吧。我，江少侠从小在折剑山庄里长大，熟悉山庄里每一个人脾气秉性的，莫过江少侠。而且，鄙人认为，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人的地方，就有矛盾，有冲突。江少侠只要利用山庄里人与人的矛盾和冲突，善加利用，哼，让这矛盾和冲突无限放大。我想要逼走叶红影，应该不是一件太难的事儿吧？还请公公明示。不必了吧？响鼓不用重锤。江少侠，你是一个聪明之人，我就只能提示到这儿了。这以后的事情，就看你自己了。厉公公交代你的事，你尽管放手去做好了。事成之后，我会亲禀9000岁，任你为锦衣卫千户的官职。这么大的回礼，你应该可以满足了吧？多谢魏姑娘提醒。二位交代的事情，姚北定当尽力完成，绝不辜负二位的厚望。请静候佳音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请问一下，你们有没有见到一个个子长得高高的，然后体型有点瘦，有点脑子呆呆的那么一个人啊？没有。谢谢啊。哎，你好，请问有没有见到一个个子长得和你有一点像，然后脸白白的一个人啊？对不起啊，没看见。少侠，请。长公如此多礼，在下一介草民实在受不起。二师兄，公公留步。好，后会有期。告辞。二师兄，灵儿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去衙门了？其实我去衙门，就是想打听一下大师兄的消息，看他是不是落在了官府的手里，绝没有别的意思。真的？唉，现在连灵儿也不相信我的为人了。二师兄，我怎么会不相信你呢？我只是觉得，那个东厂太监，他对你实在是太客气了，而且，客气的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其实我跟那个太监是偶尔碰到的，大家互相客气一下，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。好了，既然你相信我，就不许乱猜。嗯。对了，这件事情不要让你爹知道。为什么？既然你没有做错什么，为什么不敢让我爹知道呢？其实也没有什么，只不过我不想让师傅对我有不必要的误会，明白吗？大哥哥、战姐姐，你们找到英雄哥哥了吗？我和二师兄到处找了，都没有见到大师兄的影子。哎，我爹和其他几位师兄弟回来了吗？没有，我和马少飞在这儿等了老半天了，谁也没找到英雄哥哥。估计这回真出事儿了。闭上你的乌鸦嘴！哎，师傅回来了。爹，师傅，大侠哥，不用说了，你们也没有他的消息，对吗？师傅，都怪姚北一时糊涂，错怪了大师兄，才害得他下落不明，惹您老人家担心了。姚北知错了，请师傅责罚。事已至此，罚你有什么用？真是急死人了，也不知道英雄哥哥现在到底怎么样了。
我估计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样了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马尚飞，英雄哥哥怎么可能不知道自己怎么样了呢？别胡说八道啊！我警告你，你要是……大师兄，爹，大师兄喝多了。英雄哥哥，英雄哥哥，你太可恶了！亏我以前还把你当成是好朋友。你瞧瞧，你把我英雄哥哥害成什么样了？我没有害他，我只是请他喝了顿酒而已。对啊，他请我喝酒，我们已经变成好朋友了。啊？什么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今日一战，我长空无名输得心服口服。我不仅佩服他的剑术，更钦佩他的心境。如此说来，你跟我徒儿比武，胜负已经不再重要了。说来还要感谢战庄主您呐。谢我？因为您培养了一个好徒弟，是他让我明白了侠为何意。有意思啊。何为侠？为侠何？侠又为何？有意思，太有意思了。战庄主不愧是一代宗师啊，心怀高远。我等凡夫俗子也只能望而观之，叹为观止了。请受无名一拜。不敢当，惭愧惭愧，大侠太谦虚了。好了，不多说了。人我是平安的给你送回来了，就此告辞了。无名兄，谢谢你教我的那首诗。落魄江湖再九星，主要纤细掌中轻。10年一觉扬州梦，赢得青楼薄幸名啊！后会有期，告辞了。爹，大师兄真的喝多了。快扶他回房间休息，我去给他煮醒酒汤。战庄主，我帮您。哎，都走了，哎，太过分了吧？那么多人站我一个人啊！大侠哥，你不管我了，我这针都长到脑子里去了，什么素质啊！虽然这次婴儿化解了和长坤无名之间不必要的仇恨，但是直觉告诉我，真正的风波还没有开始，一场看不见的浩劫正一步一步地逼近折剑山庄。师傅，我怎么又回到折剑山庄了？是长空无名把你送回来的。哦，是他呀。他还跟我说，他跟你之间以化敌为友了。我跟他根本就没什么仇恨，本来就不应该是敌人。不管怎么说，你这次做得很好，不愧为我战天云最得意的弟子。能够得到师傅的夸奖，弟子很开心。可是弟子很笨，不明白自己到底做对了什么，值得师傅这么夸奖我。因为长空无名跟我说，你让他明白了侠为何意。若不是你自己明白了何为侠者，又如何以侠骨情怀让对手折服呢？可是师傅，我真的不懂什么是侠，况且你也没告诉过我。为侠之人，对于侠的意义，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。这是一种心境的体会。可惜啊，我门下弟子众多，唯一只有你一个人真正明白侠的真意。相比之下，姚北跟他们不及你的地方太多了。师傅，我真的不明白。不用多说了，你酒刚醒，师傅煮了一些醒酒汤，先喝一点醒醒酒吧。多谢师傅。你我虽然是师徒相称，
却情如父子，儿子又何必谢爹呢？魏姑娘说的一点没错。如果继续让大师兄留在折剑山庄，那眼前原本属于我的这一切，都会被大师兄所夺走。不行，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夺走我的一切。行了，啊，你头上的银针已经被我全取下来了。真的啊？大侠哥，你再确认一下，确实没留下一根两根的吧？啊？哎，大侠。